如果你以為免疫力越高越好，咁你可能一直都搞錯咗。其實免疫力唔係越高越好，而係要平衡。人體有好多問題都係同免疫力失衡有關，太弱就容易病，恢復慢；太強反而會亂攻擊自己嘅身體，引發過敏、關節痛。所以身體真正需要嘅唔係火力全開，而係要有節奏、有判斷嘅身體管家。咁究竟點樣先可以維持呢種平衡呢？以下呢幾樣值得你記低。第一，腸道先係你真正嘅免疫大本營。人體有70%嘅免疫細胞都係喺腸嗰度，腸道菌好，免疫部隊就精銳；腸道菌亂，身體就容易出現狀況。多啲食酵素食物、蔬果纖維。第二，捱夜會削弱你嘅免疫戰鬥力，可以嘅話11點前瞓，俾身體好好咁清理一下。第三，係長期壓力會令免疫力變弱，成日掹緊，皮質醇升高，免疫細胞就會變得好攰。每日抽15分鐘靜落嚟，深呼吸。第四，笑一笑，好嘅人際關係，少啲負能量，對身體係好有幫助㗎。你心情好，身體自然都會跟住好。第五，過度清潔反而會削弱咗免疫力，適當咁接觸環境中嘅微生物，就好似俾免疫系統做訓練。留言同我講下你嘅心法做咗幾多種，記得分享呢條片出去，俾更多人學識真正愛自己。關注迪安，一齊身心健康。